各位大家好啊！呢隻錶咧，帕德菲獵啦，或者帕德菲麗啦，5396-014咁啊，5396G 咁啊，即係白金啦，或者有啲人咧叫做 Grey Gold 啦，咁啊，即係好似勞力士咁樣。因為以前做白金錶咧，咁啊，其實只不過喺黃金錶裏邊咧 coat 一啲嘢嘅 coating 落去，咁變咗咧，其實暗碼底裏咧隻錶咧都係有少少呈現香檳色嘅。咁但係新期數嘅勞力士咧，咁就已經係加咗啲鈀金落去，令佢穩定咗，咁就較少再呈現到咧一啲香檳黃金色咁嘅底色咧喺呢個貴金屬裏邊出現。咁啊，帕德菲麗都係嘅。咁變咗咧就唔同好多錶咧，如果攞去打磨之後咧，隻錶咧會呈現好黃色嘅。咁呢啲錶就唔會嘅，就算點樣揩花佢啊、翻新過啊，咁咧都係呈現呢個灰嘅貴金屬嘅顏色嘅。咁呢隻錶咧望到嘅時候咧，個感覺係咩咧？就係如果咧呢個世界上咧有一隻咧錶叫做完美咧，即係堪稱得上完美呢兩個字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呢隻錶係一個好好嘅表者咯。大話咧，接觸過帕德菲麗或者帕德菲獵啦，我中意用帕德菲獵多啲嘅，因為我個年代都係用帕德菲獵嘅手錶咧，前後有3隻嘅，咁啊都係啲入門啲嘅錶系列啦，5196啦，跟住5296啦，咁最後呢隻5396啦。咁當然咧，以前咧都有諗過，以前即係意思即係16年左右至19年左右個年期咧，有諗過買Aquanaut啦，亦都有諗過買Nautilus 啦，但係最尾都冇入到手嘅，因為嗰個年期雖然都未開始炒起，但係都未到好癲，都係猶豫緊，覺得值唔值，好唔好買咧？咁當諗到呢個嘅時候咧，就會覺得自己未有能力去駕馭到呢啲錶咧，就冇咗呢個念頭。咁5196當然正啦，我記得我睇翻佢，即係我諗翻自己對5196嗰時個感覺咧，就係哇，佢嗰個腳咧真係殺死人啊！即係佢嗰種完美展現咗咧斯文錶咧應該有嗰種美態啊，係要點設計咧？咁帕德菲獵咧一定係表者。我覺得好多錶咧亦都係揾佢嚟做借鏡啦，參考咧點樣做一隻最完美嘅錶嘅。咁其實5396或者5296啦，都有好多類似唔同嘅 dial 嘅，分別有普通嘅條子型嘅白金時錶做加貴妃針嘅普通版本啦，或者其後有出個 set dial 啦。咁最後咧就出現呢個比較期數少啲、罕見啲嘅面盤設計。咁啊，2016年巴數2啦，咁啊2017年出至2019年生產期，佢就冇話限量嘅。咁啊，但係咧佢就係一個量產版本，一個短期數裏邊嘅生產型號啦。咁啊類似有啲可能勞力士嘅66啊，或者係某啲顏色啦，咁出咗一輪就唔出咁樣啦。咁佢紀念咩嘅咧？紀念又係1996年啊，帕德菲麗咧第一隻嘅年曆錶啊。咁啊當然唔係呢個型號啦，唔係5396啦，但係嗰時第一次出隻年曆錶嘅20年後咧，就做咗紀念版本。咁分別做咗紅金咧、銀白面盤咁寶璣字，同埋呢隻金屬放射灰紋嘅白金型號版本。咁當然咧，第一眼你俾佢吸引住咧，就係寶璣嘅字體啦。咁啊打磨得真係非常之完美啦，加上 mini track 嗰個多多咧，絕對係有承蒙咧5196、5296 Calatrava 家族嘅一個好標誌性嘅特徵啊。咁啊年曆錶裏邊咧，12點位下端咧有月份同星期。咁跟住咧，你見到中間嗰個係咪日子嚟嘅咧？原來咧係一個24小時嘅 indicator， 用意係咩咧？就係等你咧知道日與夜之外咧，就係當你知道喺咩時間內咧，先好咧揾支針咧去督翻調校佢嘅日曆星期嘅。因為咧，如果你喺晚上8至3點左右校咧，好容易就影響咗佢自動跳日曆星期年份。
月相嘅機制咧，咁就損毀咗呢隻錶噶啦機芯。咁啊，加上個月相啦、日子啦，咁啊遺憾地咧，咁帕德菲利呢啲嘅日子啊時間咧就唔係快跳嘅，係慢慢跳嘅。咁冇影響到嘅，咁即係正如雖然佢由 PP 燒去到Geneva 燒，即係日內瓦印嘅去到呢個 PP 燒之外咧，之後咧其實咧佢機芯雖然由振頻啊21,600去到28,800，但係咧拉停咧都係冇停秒嘅。咁啊同江詩丹頓嗰個大3針機芯睇齊啊，38.5嘅厚度啦，但係甩曬出奇地21啦，咁啊襯到好多唔同嘅手腕，就算係粗都好啦，襯落去唔會覺得顯細嘅。咁同人哋咧，由於係38.5嘅厚度啦，46點幾嘅甩條甩啦，佢亦都唔會喺我啲隻皮包骨16.25嘅手腕上面咧顯得大嘅。設計嘅巧妙就在於咁啦。咁同埋咧，你會覺得係你見到啲錶咧，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影子咧，喺呈現喺唔同嘅品牌裏邊嘅。但係將咁多元素咧放落一個你話大又唔係大，話細又唔係細嘅面盤裏邊咧，係出奇地和諧嘅。奇就奇在咧，我試過玩5196啦，我覺得 size 當然係都好完美啦。咁5296咧，好奇怪就戴上手咧，我覺得個面盤戴上我隻手裏邊咧，雖然都係38.5啊，咁啊38啦，如果冇記錯，其實應該係，我會覺得咧嗰隻錶好似喺我手上啦，可能係白金啦，可能係 Sunny Dial 啦，大一少少喎。但係呢隻咧奇怪咧，可能多咗啲個唔同嘅顯示功能喺呢個面盤裏邊咧，反而我覺得啲錶咧出奇地平衡同和諧，唔大唔細嘅喎，真係唔識解釋啊！咁即係如果咧我人生只需要有一隻手錶咧，我會揀佢咯，因為即係可能呢啲咁嘅價錢啊，而家市價我諗20零萬至到30萬不等啦，視乎期數啊、狀態啊、齊唔齊紙盒啦嚇。咁因為普通嘅5396咧，一般嚟講都要我諗要23至24萬到。咁我諗呢啲特別版可能要26、27萬啦，我估我都唔知，大約啦，我咁樣講啦。咁變咗就其實同隻膠帶地通拿差唔多。其實咁樣比好似有啲不敬咁啊，或者同啲全金嘅 Day 36比咧都差唔多啦。咁其實你會揀咩錶咧？咁當然啦，咁要比較起嚟咧，佢的確咧就防水性能會差啲，但係其實有邊個會諗到 PP 要驚佢防唔防水咧？雖然佢都有30米嘅防水，但係重唔重要咧？咁啊，你可能會話冇數爆龍頭的，但係你又會真唔即係我咁講啦。如果你戴一啲錶，你會唔會仲係喺日曬雨淋嘅日子咧，仲帶佢出街咧？又或者其實會唔會自己平時都係揸車或者搭的士又好，搭 Uber 都好啦，係咯，咁就令佢免受呢個日曬雨淋嘅傷害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如果運動錶嚟講咧，可能我最鍾意係白金10啦。咁但係斯文錶嚟講咧，未必係 Day 嘅，因為呢隻咧都係一隻可以幾完美低調。唔識嘅人咧就覺得係普通嘅錶啦，覺得係幾靚幾精緻嘅錶啦。但係識得嘅人咧，你會覺得係一隻設計、佈局、做工咧都係一等一嘅夢幻日品啊！其實呢隻飾面咧真係好少見啊！我諗好多咧真係鍾意帕德菲列嘅人咧，呢隻錶咧一定係佢其中一隻收藏品。雖然咧對於嗰啲人即係帕德菲列嘅收藏家嚟講，呢啲錶咧絕對唔貴啊，甚至乎應該對佢嚟講係啲平添。但係咧呢啲咁嘅奇俗嘅飾面咧，係展現咗比一般咧帕德菲列無論 Sunny Dial 好啦，無論係條子時錶都好咧，一種好罕有嘅美態咯。唔知點講啊，其實灰面嘅帕德菲列本身都唔多嘅，再加埋寶璣字、貴妃針，真係愛不釋手啊！個感覺係有啲似我第一次睇到5196鉑金版，我記得好似都係寶璣字，如果冇記錯，淨係鋼咩？我唔記得啦嘅感覺咯。咁啊，絕對值得擁有嘅。如果係一啲手錶狂熱分子嘅話，你哋會點睇咧？喺香港嚟講咧，唔攞撈比較咧，係對唔住自己嘅。呢個係我自己個人睇法啦。你入手嘅時候，你要呈現你將一隻俾人一 show 出嚟，覺得你戴隻地仔係
有啲咁嘅點樣講咧？我覺得膠嘅利通拿係一種運動斯文佳適宜嘅錶嚟嘅，即係比好多其他款都好。所以點解亦都而家咧，即係大概十年前嘅舉動啦。我記得應該16、17年咁上下啦。一個好好嘅方向，令到勞力士係更加受歡迎，而佢可以賺得更多利潤啦。因為個價錢咧同全金屬帶咧冇分別啦。但係有冇一刻諗翻，其實用翻好多咁嘅價錢咧，你買到一啲更加優秀、更加可以傳承到嘅一款腕錶咧？咁啊，係咪係咧？呢啲錶咧始終係牌子比較嚇人啊！即係如果你就咁普通，好似我啲咁嘅打工仔，負責執頭執尾嘅話咧，戴呢啲錶咧，的確係唔係咁適合嘅。唯一考量點係咁。咁相反咧，戴啲比較親民啊、草根嘅勞力士咧，有時返工嗰種帶來歧視眼光嗰種不便咧，咁帕德菲利咧，帕德菲列咧，可能咧就唔係咁適合我啦。雖然我都極度鍾意佢嘅所有嘢，錶殼、錶帶，一個好靚嘅 PP logo 嘅佈局，21嘅 lux size， 好靚殺死人嘅修長而又唔累贅嘅錶腳，好簡單嘅錶的啦，係浮雕啦，一個好靚嘅平滑嘅 bezel 啦。每一個點啊，所以我講每一個點啊，包括寶璣自打磨啦、日曆所有嘢佈局啦，咁都係無懈可擊嘅。我只能夠講真係好無懈可擊啊！真係好想 keep 住一隻咁嘅錶咧，直到去咧他日啊白髮蒼蒼嘅時候咧，望住佢飲杯凍嘅美式，睇下海，睇下日落咧，咁亦都係已經係愜意非常噶啦。呢隻就係呢啲就係我對於呢個5396啊 -14G 嘅感覺。希望大家會喺鏡頭裏邊咧感受到我對佢嘅喜愛啦。即係我重複係咁影啊影，喐下隻手咁樣。其實你都唔使睇我講咩噶啦，你淨係開住呢條片睇佢12分鐘，睇隻錶喐下閃下閃下咧，其實咧都非常之歡愉同愜意啊！咁祝大家咧有個開心嘅母親節嘅 weekend 啦，拜拜。